係42歲入退休嘅，撒下來澳洲地位嘛嘅呢？同樣一對退伍軍人江一斌，過去20年做兵嘅下，前多路2年會教下字模型，有100幾看到嘅減字相關嘅書，如落成提做嘢嘅。而3年前退伍嘅，就開始咪做減字創作，現時國內減字藝術各少年去名喎，也都帶有一項人，江一斌會同樣興趣做事業，會透出減字創作嘅無限商機呢。帶大家去看下嚟。寫起那個騎馬龍龍、寫父母同太陽龍嘅故事，還有懂到小朋友一定好嘅嘅麵包超人，啲卡通漫畫都紅嘅經典主角，個個都做到同唱，一條唱正經用嘅作品，做起都會用龍形字作為。我們的紙的部分，這個是正面，有波浪的是正面，平的部分是反面啊。然後我們從頭開始捲，捲的時候第一步以波浪的部分啊，第一個開始折。數字同成法將木匠用寫嘅龍形字做出各種造型，平面呢立體嘅做程度靠唔放棄，佢係江一斌，佢從來唔是接受過美術教育，過去還係一類職業軍人。我很喜歡紙這種材質，是因為它可塑性很強，然後做錯了怎麼樣都可以重來。而且它最主要是也是我們台灣也有產，所以原料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。試過這麼多種類的東西，我發覺瓦楞紙，尤其是彩色瓦楞紙這種東西，是最好去塑造，所以就是這樣一路就走過來了，就一直做下去了。江一斌當年先從4年內去學校轉到屋卡過後，就上網寫題材，看電視用電腦查資料。直到生氣就製作困難，屋卡嘅醫療工作室同堂下就會記創作嘅素材，無人教佢自家就曉得，佢咩唔是先打過嘅。想要做的題材，然後再去找類似的圖片來做參考，然後在腦袋裡面再去把那幅圖構出來。那基本上要構圖就是要有主角、動作、故事。那主角的部分又有區分它的特徵、它的比例，那把這些東西都想好之後，我們就開始做。創作嘅靈感忙是聽歌，物間係現實真實行嘅，小朋友後生人講起嘅，啲家嘅屋卡單單都似未到。不過啲也按到作品當中，江一斌所講，也看起來同電影下有吉祥嘅隨身也人工嘅，對佢來講係真有意義嘅。認真頭下馬創作家下唔係藝術師，也嘅隨身也人工嘅，做啲講係佢嘅第一隻文創商品。這支財神爺我總共賣出去200-300支，啊，都是這些朋友幫忙的，這些都變成說是給我一個鼓勵，哦，因為這東西有人買，代表人家願意花那個錢去買你的東西，並不是說我們做出來的東西變成是廢物。現在屋卡嘅朋友同年下嘅鼓勵，江一斌喺各位將開始創作家下嘅困境。一開始的時候我做這個，我太太說有沒有辦法賺到錢，有沒有辦法支付到生活的開銷？然後我說不然這樣好了，給我1年的時間，1年的時間我們試試看。如果說我們東西賣得出去，如果說我們的賺的錢足夠每個月生活的基本開銷，那代表說這條路是可以走的。兩隻等一下嘅是碰面處，一隻樹紅係拿定金子，另外一隻係蒙得將為求婚嘅花束。天地音樂合為放送出來嘅浪漫結婚進行曲經歷，萬人看到未會變感動到。江一斌出題自家創作作品，未接受照人客要求嘅天單，從佢也等一下嘅作品，就會人客特別祝福你嘅求婚音樂合為。這樣子收到人，感覺才會覺得，哇，好棒的一份禮物，這是再多的金錢都買不到的啊，而不是說
我们直接走到路上去，我随便找一家店，或者说哪一个品牌的店，就可以买，只要花钱就买得到。像这个东西，全世界只有这一份了。做出同意目標用嘅東西，讓一部嘅未有嘅對國外類嘅訂單，比到會開發行較大嘅市場。工藝品唔但搶去做人工嘅天天，未加入咧生化嘅事實。有位行客佢哋嘅腦勢度好做生意嚟嘅影響，指定做各種大大細細嘅東西，也就很多物嘅創作係佢知道輕難做嘅作品。我的作品我不喜歡就是站在那邊不動，所以我一定要給他一種舞動的感覺。但是靜止的東西就是靜止的東西，你怎麼樣給他一個舞動的感覺？死是軟的東西呢，它怎麼去固定到這個形狀？每一個頭髮都是2張紙去做個連接，然後再用剪刀、刀片去把它剪開來、刻出來，然後再把它定型到我想要它的飛到的那個位置。所以說這一件作品，我是覺得是比較困難的部分。比到會推廣建築藝術、工藝品或是行業社區同教研，希望鼓勵小朋友嘅創意，為行客懂而了解紙有動讀嘅用途。在台灣很多紙已經發展出很多那個實用性的價值的東西了。那我並不是第一個，但也不是最後一個。那我是希望說，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，能夠發展出更多多元性的材質、多元性的題材跟用品，讓大家一起來玩。昆東人該擁有嘅上為世界草莓結論高級，其實嘅成功嘅，還有將客家元素太黔山同自己組合變做嘅比賽，用偉大世界做題材嘅比圖，還有同電影上嘅面子合嘅。規模建立嘅作品都係以盲色見怪嘅，工藝品將建築藝術做出各種各樣嘅東西。大家未看到嘅是會用到嘅頭腦，明到嘅都會有想就想唔到嘅發展。